最近呢，天气真冷，风真透，这个真正特别注意，唔但人爱注意钱嘛，还注意伫屏东进前有一个吴先生，领钱出来要发工钱，等到厝了为车顶将钱摕出来时，倒一阵风吹来，风真透，规大沓现金有20多万，吹干那四界乌白飞。这个吴先生赶紧去约钱，未少骑倒摆人甲路边这住户呢，赶紧嘛咧斗扣钱。要一个扣呢，这台扣车甲停落来，驾驶长甲人客拢落车嘛，伫头扣钱，还佫有甲算算煞减10几万。警方得到报案了，调这个监视器一个看，发现讲有一个骑倒摆人扣规沓现金了后，人醉走。开车停伫路边的吴先生，落车的时阵倒手摕一沓钱，这个时阵有风吹过来，这阵风互钱全部飞出去。吴先生赶紧去约钱，当时有一位骑机车的阿伯嘛弯腰替伊斗扣，阁有几位骑机车的民众拢停落来斗相共，阁有客运嘛停落来。驾驶和乘客拢落车斗扣钱，这个地点就伫屏东市这条广东路。当时住附近的民众嘛拢走出来斗相共。女儿去那边弄那个交通，还在那边讲。事主吴先生是经营工程事业，迄天是要领钱发予工人。因就是在比我的卡里有10万，风飞会飞伊，10万飞袂去，一个人欠伊做总价扣。买100万的现金，20多万直接用手摕咧，结果风吹飞的钱，阁有10多万无找转来。有一名骑乘重机车的许姓男子行经该处随即下车捡拾马路上的大钞约10余万后驾车离去。这位捡到钱无形的骑车阿伯，予以侵占罪移送法办，好佳在有警方来斗相共，甲钱摕转来。吴先生讲后摆会搁较注意，啊无就惊风若是搁较大，恐惊所有的钱拢风吹走。